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熱辣新聞。如果你哋中意我哋嘅內容，記得俾個 like 同埋撳下個鐘仔訂閱我哋嘅頻道。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呢單嘢，同你手上揸住嗰部電話有好大嘅關係。你朝朝早起身，第一件事就係睇電話，瞓覺前最後一樣嘢都係放低電話。你部電話可以話係你最親密嘅戰友，但你有冇諗過，萬一有一日你同呢位戰友失散咗，佢會去咗邊？佢嘅下場又會係點？係咪好似人哋講嘅咁，會流落去一個叫華強北嘅地方，變成所謂嘅老鼠貨？又或者會唔會其實去咗一個連香港人都未必知嘅神秘基地，就係觀塘鴻圖道1號？今日我哋就同大家嚟一場大揭秘，睇下呢啲傳聞到底係真係假，順便教埋大家幾招，萬一真係咁唔好彩，點樣同你部電話保持聯絡？首先要講嘅就係觀塘呢個地方。你諗下，觀塘以前係香港最大嘅工業區之一，鴻圖道、開源道周圍都係工廠大廈，入面嘅工人密密麻麻。但係而家時移世易，好多工廠都搬走咗，變晒做商廈、樓上鋪，甚至係咖啡店。但係大家千祈唔好以為觀塘已經完全洗底，變咗一個純文青地方。事實係佢嘅骨子裏仲係流住工業嘅血，特別係鴻圖道1號呢棟大廈，你行入去會發現成個世界唔同晒。裏面嘅商鋪唔係賣衫賣鞋，而係一箱箱一堆堆嘅手機擺到成地都係，有全新嘅，有二手嘅，有翻新機，乜嘢機款都有，好似一個隱藏喺工廈入面嘅手機聯合國。呢度嘅老闆大部分都係操住流利嘅普通話，好多都係嚟自內地，喺香港行做咗10幾20年，形成咗一個好成熟嘅生態圈。佢哋嘅生意網絡大到不得了，連接住全世界。你如果上小紅書抖音睇下，會發現好多博主都推薦大家去鴻圖道1號尋寶，話嗰度係深圳華強北嘅一手貨源，可以平價買到好嘢。有啲片仲拍得好誇張，搞到好似一個淘寶聖地咁。但係現實又係咪真係咁簡單呢？呢個我哋陣間再拆解。講到治安，觀塘呢排都幾熱鬧。就喺今個禮拜初3月16號凌晨5點，喺鴻圖道25號偉基工業大廈對開，有人報警話見到3個大漢當街對住一個男人拳打腳踢，打完仲要夾硬將佢推上一架白色7人車，然後絕塵而去。後面仲有架白色平治跟住。哇！你話呢個場面係咪以為自己睇緊古惑仔續集？但呢件事係真係發生喺香港。警方到場之後揾過晒都揾唔到個事主，暫時將案件列做非法禁錮處理。你睇下觀塘呢個地方，表面上係一個舊區，但入面嘅治安同埋嗰啲錯綜複雜嘅人際網絡，可能比你想象中複雜得多。嗰啲手機貿易背後會唔會牽涉到一啲地下秩序？呢個就真係要大家自己諗下。好啦，講完香港呢邊，我哋飛過深圳河，去一個更加傳奇嘅地方——華強北。華強北呢個名對於中意電子產品嘅人嚟講，簡直就係一個聖地。以前成日聽人講喺華強北，你可以用3000蚊買到最新款嘅 iPhone，幾蚊就買到手機殼，甚至連芯片都係按斤評。好多紀錄片都將佢描繪成一個充滿奇蹟嘅地方，係中國電子產業嘅心臟地帶。但係最近有科技記者專登去咗華強北實地考察，佢話自己嘅信仰幾乎崩塌。點解呢？因為佢發現今日嘅華強北已經唔係以前嗰個屬於普通消費者嘅數碼遊樂園。佢行勻成個市場，見到嘅產品其實大同小異，大部分都係手機殼、數據線、充電器呢啲低技術嘅配件。你想揾啲特別有創意嘅高科技產品，幾乎係冇，而且價錢仲要唔平。佢做咗個測試，同一款2年前嘅紅米手機，檔口老闆開價1400蚊，但係喺閒魚呢啲二手平台，同樣嘅嘢只係賣900蚊。最搞笑嘅係，佢同一個唔識嘢嘅朋友一齊去，佢朋友用同一部機，老闆開嘅價竟然比佢仲要高800蚊，即係話華強北嘅商家而家都係睇人嚟開價。你熟行情佢就開平啲，你係新手佢就當你水魚咁藍。所以話你以為去華強北可以執到平嘢，隨時仲貴過你喺香港買。更重要嘅係，華強北近年都俾官方重點關照。你知啦，以前華強北俾人一個印象就係乜嘢高科技都有，包括啲唔見得光嘅嘢。但係深圳市政府近排就搞咗個大規模嘅專項整治行動，針對非法生產、銷售竊聽、偷拍設備呢類違法行為進行持續嘅打擊。你行入賽格、華強電子世界呢啲市場，
周圍都掛住禁止生產、銷售微型雪聽、針孔偷拍設備嘅標語。市場管理方仲話呢個已經成為商戶進場經營嘅第一課。官方仲組織咗一支專項巡查力量，公開巡查同便衣蹲守商管齊下。一旦發現有人兜售呢啲違法產品，即刻制止同帶嚟處置。今年以來已經勸離咗近300個推銷違法產品嘅人，仲查處咗2宗相關案件。呢個說明咗咩？說明華強北而家係努力緊洗底，要洗甩以前嗰種乜都有得賣嘅形象，要擦亮中國電子第一街呢塊金漆招牌。所以你而家上社交平台見到有人話去華強北可以買到乜乜乜，好多都係舊黃綠嚟㗎啦。咁講到呢度就帶出咗一個好核心嘅問題：內地社交平台嘅資料到底信唔信得過？你打開小紅書、抖音搜尋華強北，大把博主會教你點樣去觀塘鴻圖道尋寶，話嗰度係華強北嘅一手貨源，又話可以買到平嘢。但係你諗深一層，呢啲博主目的係咩？好多時候佢哋本身就係呢條產業鏈一份子，想引流，想你幫襯。佢哋拍嘅片好多都係經過精心剪接，只俾你睇到最好嗰面，但你唔會知佢哋背後有冇收傭，或者係咪賣緊一啲來歷不明嘅貨。呢啲社交平台嘅資訊就好似一個五光十色嘅萬花筒，你睇到嘅永遠只係佢想俾你睇到嘅嘢。中央網信辦最近都公開曝光咗一批典型案例，批評有啲賬號利用 AI 生成傳播低質內容，甚至炮製發佈不實信息，誤導公眾。所以話網上啲嘢真係要帶眼識人，大腦分析，唔好人講你就信。尤其係嗰啲教你去邊度買平嘢、執筍貨嘅貼文，背後隨時有條你睇唔到嘅魚線。等你上知講到老鼠貨，即係來歷不明嘅失竊手機，佢哋嘅歸宿又係咪真係觀塘同華強北呢？呢個話題其實外國媒體都好關注。英國每日郵報同倫敦警察廳都試過做調查，佢哋聯同 Apple 同 Google 追蹤超過4000部被盜手提電話嘅國際行動裝置識別碼，發現有成7%嘅失機，定位顯示喺香港，甚至直接點名觀塘鴻圖道。倫敦警方仲喺希斯路機場附近一個倉庫揾到成1000部準備運嚟香港嘅失竊手機。佢哋話呢啲手機喺中國可以賣到成5000蚊人民幣一部，利潤豐厚，所以吸引咗唔少犯罪集團。咪代表觀塘鴻圖道嘅所有商戶都係做緊呢啲不法生意呢？又未必。為咗了解真相，有記者就專登去咗鴻圖道1號實地調查，仲揾到當地嘅手機貿易行業商會。商會嘅執行總監就澄清話，佢哋嘅會員生意係正當嘅，入貨全部都有單有據，係喺外國正當投標得嚟，或者係向正規嘅外國批發公司取貨，然後再轉售到其他國家。佢哋嘅商會亦有規矩，要求會員自律，保留所有交易單據，仲會請警方同海關為會員舉辦講座。佢哋話，我哋不可能逐步手機檢查，所有會員給供應商的文件都有列明不接受非法得來產品。換句話講，佢哋承認行業內可能混入咗一啲唔乾淨嘅貨，但就強調呢個唔係佢哋嘅主流，亦都唔係佢哋想做嘅事。香港資訊科技商會嘅榮譽會長方寶如就分析得好中肯。佢話手機貿易行業喺香港發展咗好多年，係亞洲好重要嘅轉口市場，好多商戶係成批貨買入，唔係逐步逐步買，所以好難避免喺大批貨入面混入咗一啲來路不明嘅電話。佢認為雖然一定有啲害群之馬，但估計大部分商戶唔係專門做失竊機生意。佢仲提議香港政府可以考慮建立一個本地嘅國際行動裝置識別碼資料庫，一旦有電話報失，就可以將個識別碼登記，阻止呢啲失竊機喺香港嘅二手市場被轉售。佢舉例話，印度就有類似嘅資料庫，當地報失後可以要求電信商封鎖個識別碼，令部機喺成個國家都無法使用。呢個建議聽落係好，但要落實，要涉及跨境合作，難度好大。但至少係一個方向。講到呢度，大家最關心嘅問題可能係，萬一我唔好彩，真係唔見咗部電話，到底可以點做？唔好以為報咗警就乜都唔使做，等警察幫你揾翻部機。呢個機會率可能同中六合彩頭獎差唔多。除咗用官方嘅尋找功能，仲有啲好進階嘅自救方法。而家網上就有科技達人教路，你可以用 iPhone 入面嘅捷徑 App 設定一個自動化操作。你設定一個特定嘅關鍵字，例如你 send 一個唔見電話嘅信息去自己個號碼，部機一收到就會自動幫你開晒所有網絡，開晒 GPS， 將個熒幕光亮度校到最暗嚟慳電，然後自動影低前後鏡頭嘅相，
再自動將個位置同啲相傳送去你自己嘅另一個電郵或者電話號碼度。你諗下，如果偷你電話嘅人一開機就收到呢個信息，然後佢嘅大頭相就被你影咗落嚟，係咪好過癮？當然呢個功能要預先設定好，而且如果個賊一偷到就即刻開飛行模式，或者將你部電話拆開賣零件，就神仙都難救。但至少呢個係一個主動出擊嘅方法，比起齋等多咗一絲希望。講返轉頭，成件事嘅諷刺在於，你以為唔見咗部電話只係個人嘅損失，最多係數據冇咗，肉赤幾千蚊，但原來你部唔見咗嘅電話背後可能牽涉到一個跨國嘅犯罪產業鏈，牽涉到倫敦街頭嘅搶劫案，牽涉到觀塘工業區嘅批發商同華強北嘅拆機大軍。你部電話喺你手上可能只係一個通訊工具，但當佢落入呢條產業鏈，佢就變成一件商品，被拆骨、被分屍，然後以另一種形態重生，繼續喺呢個世界某個角落運作。呢個就係我哋身處呢個全球化時代嘅一個縮影，有好有壞，但壞嗰部分往往係最令人心寒。黃子華話齋，世界係一個揾食嘅地方，有人揾食就會有人犯險。由觀塘嘅權偶禁錮到華強北嘅二手手機大樓，每一件事背後都係一個個活生生嘅人，為咗生活，為咗利益，喺灰色地帶入面搏到盡。我哋作為普通市民，做唔到啲咩去改變呢個世界，但至少我哋可以保護好自己，開定個尋找功能，學識點樣用捷徑自救。萬一真係唔好彩，都叫做做咗嘢。同埋最緊要嘅係睇社交平台資訊，真係要帶腦，唔好人講你就信。尤其係嗰啲教你去邊度買平嘢、執筍貨嘅貼文，背後隨時有條你睇唔到嘅魚線，等你想知。好啦，今日嘅熱辣新聞就到呢度。希望呢個由觀塘講到華強北嘅故事，可以令大家對手上嗰部電話多一重了解，亦都對呢個世界嘅複雜性多一重敬畏。多謝大家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內容，記得俾個 like 同訂閱，仲要分享出去俾多啲人睇，等我哋嘅聲音可以傳得更遠。記住，喺呢個資訊爆炸嘅時代，保持清醒就係最好嘅自我保護。我哋下次再見，拜拜。